宜兰县的头城哦，真侪路的标线拢无啥清楚，黄线、红线拢看袂清楚，嘛造成执法交通事故的认定定定有争议哦。有民意代表就建议讲，应该甲标线嘛当作是乡镇公所路边专案的评级。车路顶悬的双黄线规个褪色，有的敢若剩一条，部分的路段甚至规个无看。迄若路边的白线嘛画了无清楚，有的甚至会当看到红色的油漆伫顶悬。因为是红线，就有民众停车了后去用开罚单。阮囝一遍你也用罚钱，你知啊？还用罚1,800块。伊即马你也看，伊有红的嘛有白啦，到底是会使停啊未？如果标线较清楚会较好嘛？是啊，我是希望是我们政府能够改善一下。宜兰县头城镇有真侪所在是由镇公所维护管理的乡道，因为标线画了无清楚，造成执法也佮有交通事故认定的困扰。根据县府的资料，镇公所已经连续4季伫路边专案计划评分去用拍评级，按规定要求公所去县务会议说明精进作为。很多在民众可能在一些车祸事故的一个厘清的状况下，有时候甚至可能就因为这些标线的清不清楚而影响后面的一些权责的厘清跟判读。有民代建议讲，县府针对各乡镇公所路边专案的评分，应该爱甲画标线这项，加做其中一项的分数，而且落实奖励甲处分，互表现无好的公所会当较谨慎，嘛才会当达到改善的效果。那我们会在今年的下半年针对于各乡镇市公所在道路的标志标线的维护上面，我们会来修订相关的考核的办法宜兰县乡道有甲450公里。要管理，嘛要靠公所，也有县府来分工。县府表示，今年第3季甲标志、标线设置的情形，列入去考核内底其中一个分数，嘛有提悬占的比例。希望透过落实考核的工课，提悬车路的品质，嘛希望各管理机关会当做好相关预后的工课。公视新闻宜兰报道。